譬如話我哋辱罵警方呢啲係唔存在嘅喎。咁如果大家喺我哋睇到就係學生入到去嗰個後樓梯入邊嘅時候咧，個行為係相當具挑釁性嘅。港大學生講大話，民主黨員假民主，未審先判真賤格，法院院長要負責。近日，港大公布818事件調查結果，證實港大學生李成康佢哋幾個當日並冇俾警方禁錮，而且仲向警員作出挑釁嘅行為。有網民組織對呢一件事之前被炒到全城熱罵嘅事表示關注，認為結果令人氣憤。李成康佢一個大話接一個大話，我哋網民十分之憤怒。兩個網民自發組織愛護香港力量同埋香港正行動，分別喺上個禮拜2日去咗港大聲討港大學生李成康講大話，仲要求李成康公開向前線警務人員道歉。佢哋玩警察，啲警察俾佢後期證明佢講大話，但係後方面咧對佢完全嗰個懲罰係對我哋警察咧完全唔正確。我哋目的只係一個，就係想李成康同埋陳文文公開道歉。網民除咗派發單張同埋遞交請願信，亦都將李成康前後不一嘅供詞剪輯成影片喺現場播放。譬如話我哋辱罵警方呢啲係唔存在嘅喎。咁如果大家喺嗰個報告書入邊，即係我都睇到就係學生入到去嗰個後樓梯入邊嘅時候咧，個行為係相當具挑釁性嘅。香港大學喺上年8月搞100週年紀念，當時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2年級生李成康、嶺南大學社會學系4年級生鄧建華、理工大學社會工作學系4年級生黃嘉欣，聲稱被警方推咗入後樓梯，仲禁錮咗1個鐘。而當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亦都表示，將個學生唔俾佢離開嘅時候，呢個係侵犯人身自由、侵犯咗我哋嘅侵權嘅行為，係構成一個非法禁錮。表證上高，我覺得係有一個表面嘅。咁如果喺大家喺見到個報告書入邊呢，我哋睇到就係學生入到去嗰個後樓梯入邊嘅時候呢，個行為係相當具挑釁性嘅。我哋亦都見到李成康係用佢嘅手機係擺到警察嘅面前去影警察嘅相，係啲學生係曾經問過警方做咩唔出聲啊，扮學警雄心啊而家。而李成康亦都話自己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學生，但原來佢本身係民主黨嘅黨員，仲曾經做過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華明嘅助理。有網民就諷刺已經睇穿晒佢哋，仲要求佢哋兩個都出嚟道歉。唔少網民都話李成康應該對自己嘅行為負責，有網民就將李成康比喻做糖糖，話佢哋兩個都冇誠信。又有網民揶揄李成康唔敢報警，有網民仲惡搞李成康嘅相，將佢改做童話故事入邊嘅小木偶，諷刺佢講大話。